炳叔啊，我加入咗建築呢行之後咧，先發覺起一棟樓真係唔易㗎，淨係講砌磚呢個工序啊，就已經唔簡單啦。係啊，國強。不過我哋做得呢行，難極都會識做嘅，爭在你做得夠唔夠好嘅啫。咁不如而家等我呢個老行專阿炳叔嚟同大家講下點先至算係砌磚嘅優質工序咧。國強，你都入咗行一段日子啦，應該就學咗唔少嘢噶啦。不如同我一齊講咧。好啊，冇問題。嗱，咁要做到優質嘅樓宇，就一定要由正確嘅基本工序開始嘅。咁而磚牆咧，其實主要就係愛嚟做樓籠裏邊嘅間牆。如果要做到優質嘅話，咁材料嘅質素同埋砌磚嘅技術都好重要嘅。我知鋪磚牆除咗要鋪砌得平直企啱曲同埋穩固之外咧，磚縫仲唔可以有罅兼透光，一定要密密實實咁至得噶嘛。冇錯啦，所以喺砌磚牆之前，有好多準備功夫要做嘅。嗱，好似我哋就要預先根據圖則、施工章程同埋合約細則，將有關嘅材料，例如磚啦、英泥啦、沙啦，同埋磚路網嘅供應商資料、尺寸型號，同埋佢哋嘅測試報告等等，交俾則師批核噶。另外咧，承建商仲要根據圖則同實際環境嚟制定一份砌磚施工程序建議書，即係 Proposed Method Statement 啦。啊，果然係讀書人，英文都講得準過人。咁呢份 statement 入邊咧就要列明晒施工方法啦、收貨標準啦，同埋驗收程序啦，然後再拎俾則師修改同埋批核嘅。喺集齊晒最新批准嘅施工圖則之餘，仲一定要確保有關嘅屋宇設備施工圖同埋樓窿圖都已經俾則師同顧問工程師批核過先得嘅。咁圖則有齊晒，就輪到要準備工具同埋材料噶咯。先講工具啊，分別就有線秤啦、麻線、磚刀、灰瓷、推尺、長壓尺、長平水尺、撈英泥沙用量斗同埋電動拌沙機噶。而材料咧就有磚啦、英泥、沙、石屎門楣、6mm 油咗瀝青油嘅原鐵或者原水鐵枝，同埋磚路網嘅。咁另外水都好重要嘅，好似我哋都唔會飲污糟水啦，所以用政府供應嘅自來水就包冇錯。如果要用其他水源嘅，咁水質就一定要符合測試標準至得噶。既然啲料咁講究啊，咁擺放同埋儲存自然都唔可以求其啦。係啊，好似石屎磚啊、英泥啊、鐵枝啊，同埋磚路網都一定要擺喺有蓋同埋乾爽嘅地方，兼且要墊起佢嚟擺，千祈唔可以整污糟同埋俾水整濕噶。啲英泥仲唔可以放得太耐添，要先到先用。硬化咗又或者起粒嘅英泥咧，就要即刻運走，唔用得噶啦。另外啲石屎門楣啊，就好似人個堂楣咁，要一條過，唔好斷開至好噶。所以喺搬嗰陣時就要好小心，千祈唔好整斷或者整裂佢。跟住就要分類咁排好，唔好有碰撞。咁大家知啦，地盤除咗呢啲材料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材料出入噶嘛。為咗方便大家運送咧，所以放材料嘅位置就要先同其他工序配合過至好啊。而且喺搬運嗰陣時咧，除咗要顧住材料之外，仲要顧住自己啊。開講都有話啦，安全第一就命長久啊嘛。咁當你磚運到地盤之後啦，承建商就要嚟做抽樣檢查，量度下磚嘅尺寸同埋曲尺，兼且要檢查磚嘅表面夠唔夠平整，有冇粗鞋起粒，就好似你都唔想你女朋友塊面鞋霎霎一粒粒㗎。梗係唔想啦。另外，如果沙眼過多同埋唔合規格嘅磚都唔可以用噶，要即刻運走噶。未算，為咗要做好品質嘅控制，承建商就要依照則師嘅要求，將啲磚送去實驗室做抗壓力測試。英文啊，即係compression test 啊，炳叔。啊，係啦。嗱，情形咧就好似我老婆話要 keep 住個身形，所以去做啲脂肪測試一樣。唉，
啲磚就話要遮，佢一睇就知道 check 嚟都嘥氣啦。咁 check 下都冇壞嘅，好似我哋喺砌磚牆之前，承建商都要 check 過之前嘅工程係咪已經做妥晒，先至可以開工啦。啊，今次你又講得幾啱喎，咁你又知唔知之前嘅工程包括咗啲乜嘢啊？知，要清理乾淨個樓面，將所有碎板啊、木方、碎石、垃圾、地面污漬同埋石屎漿等等，全部清理妥當。而磚牆兩邊就要彈好墨線，好似牆身墨同埋地墨、抹角、留位、留窿指示等等。嗱，記得牆身墨咧一定要到天花或者陣底，而地台墨線就要正角對曲嘅。咁另外啊，仲要確保石屎牆係冇黃蜂竇同埋擬密好絲山窿，唔係第時啊就會有滲水嘅情況出現噶啦。就好似落雨擔遮，但係把遮就穿窿嘅，唔漏水就奇啦。如果磚牆係碰到石屎牆嘅話，咁相碰個位咧就要有賴鐵，而工友咧就一定要檢查清楚牆身預留嘅賴鐵係咪跟足施工程序嚟做至好啊。咁我知通常用嘅賴鐵方法咧就有3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喺石屎牆度鑽窿，再依照施工章程插入原水鐵枝或者係油咗2層瀝青油嘅原鐵。咁喺安裝嗰陣時，佢嘅中至中距離要合乎標準嘅，鐵枝一邊咧就要食入石屎牆度，而另一邊咧就要預留翻合標準嘅長度嚟嵌入磚牆。仲有賴鐵嘅位置，記得一定要對準磚縫位，即係你撩牙都要撩啱條牙罅至有用一樣咯。如果磚牆係厚過150mm 嘅話咧，咁就要用2行賴鐵噶啦。又如果之後至鑽窿插鐵嘅話咧，咁就一定要留意石屎牆裏面嘅暗喉位置，千祈咪一嘢就插穿佢啊！而另一種方法咧，就係喺石屎牆上邊用槍釘上一啲合規格嘅原水磨耳，記得啲磨耳又係一定要配合翻磚縫位，而且距離仲要合乎標準，同埋經則師批核過至好㗎。如果磚牆係厚過150mm 嘅話，咁就要用2行拉馬噶啦。最後一種方法就係喺石屎牆度釘原水拉力網碼啦，而網碼咧就一定要經則師批核先至可以用嘅。而喺安裝嘅時候，工友就記得要用有戒指嘅釘嚟釘網碼，咁樣個網先至會安裝得夠實淨噶。就好似如果你想綁實女仔嘅心，戒指就一定唔可以少咁解啫嘛。炳叔，睇唔出你追女仔都有一手喎。使乜講？嗱，咁另外承建商仲要確保門框嘅安裝位置要正確穩固、平直橫通光，而門框嘅定位支撐就一定唔可以阻到砌磚工程先得噶。仲有添噶，嗱，框背咧就要油好矮油，磨耳就要跟施工細則安裝，派尺就要對準磚縫位，而門框嘅明角就要用薄夾板嚟到保護噶。咁門框尺完，就輪到尺石屎尾啦。首先石屎尾就要根據門框圖同埋施工章程預先做好嘅。石屎尾入邊嘅下方位置就一定要加支鋼筋，不過為咗保險，就應該上下都加上鋼筋。咁樣喺擺嗰陣時，如果倒轉咗嚟擺，都唔會有問題啊嘛。即係好似個木字咁，打洞同埋調轉嚟睇，都一樣係個木字咁解咯。另外咧，石屎眉嘅石屎強度就一定要達到設計嘅要求先至可以用嘅。如果磚牆要開窿嘅話，咁就要依照門框石屎眉嘅規格喺窿頂加裝石屎眉啦。咁要提醒大家，石屎眉係唔可以直接壓住木門框噶噃。你有冇見過人唐眉係直接黐住對眼噶？冇噶嘛。又有道理喎。咁我都知道，一般石屎眉嵌入磚牆嘅長度咧，一定要合乎規格噶嘛。咁如果石屎眉冇磚牆托住嘅話咧，就要依照圖則喺石屎牆度釘角碼嚟到做承托啦。如果門位太闊，又或者磚牆流窿位跨度太大咧，用預製嘅石屎眉就會太重，好難搬噶啦。咁石屎眉就要實地落石屎，或者採用則師批核過嘅鋼材門楣嚟做承托啦。咁至於曲尺門嘅曲尺門楣咧，就要實地落石屎，又或者依照則師批核嘅方法，
用紙口門楣相疊。咁喺做嗰陣時，工友記得要注意門楣嘅擺放位置。咁最後咧就要 check 下啲喉管啦。水電入場喉管按照施工圖則做好之後，承建商就要嚟復檢同埋測試下至得啦。冇錯啦，暗喉同底箱嘅位置就一定要跟圖則正確咁安裝好，同埋臨時固定好佢。而磚牆裏邊嘅暗喉就要企直，盡量避免斜裝，因為斜裝嘅暗喉會切斷更多磚塊，同埋令到受影響嘅磚牆範圍亦因為咁而擴大啦。所以我成日鬧你，要你背脊挺直，唔好寒背咯。知啦，炳叔。咁裝好晒底箱，仲一定要用發泡膠塞好佢嚟到做保護，唔係啲沙漿就會入咗去噶啦。就好似炳叔你話齋，開工之前 check 清楚，優質工序唔會錯。咁啊啱啦。咁承建商 check 過晒事前嘅工程之後，就可以上料預備施工啦。不過記得啲材料就唔好淋得太高，因為咁樣就好易影響地台石屎嘅結構嘅。同埋啲英泥咧就要墊高嚟擺，兼且用膠紙冚好至好啊。一般嘅磚牆咧就分為紅磚、實心石屎磚、控心石屎磚同埋輕質沙磚4種嘅。咁我哋而家就不如講下通常一般住宅用嚟間內牆嘅實心石屎磚牆先啦。由得啫。咁喺開工之前呢，首先就要吊好明角企線同埋要射企線，以覆查門框嘅企直嘅。另外啊，仲要確保其他嘅入場喉管要做得妥妥當當先好啊。咁跟住就要清理牆位地台啦。至於墨線呢，就一定要清清楚楚見到。而喺開始砌嗰陣時，就要先喺牆邊地台灑水，記得地台係唔可以積水至得噶。嗱，好似呢位工友大哥咁，樣樣功夫做到咁了得，靚女呢一啖又點少得？咁開料就梗係要揾翻啲有料之人嚟講啦。有請炳叔。嗱，開料咧就一定要用一個可以裝到3包英泥嘅量斗去量度份量嘅。咁英泥同沙嘅份量就係1:3，咁即係話只要將啲沙放滿呢個量斗度，再加1包英泥，咁出嚟嘅份量就啱啱好噶啦。徹底撈勻佢哋之後，再加入適量嘅水，猜勻佢咁就得噶啦。你知啦，地盤啊乜嘢淋滲嘢都有，好易撈埋其他雜質噶嘛。所以撈嗰陣時就一定要佔住佢嚟撈。而且用幾多撈幾多，因為啲沙漿撈好之後1個鐘就唔用得噶啦，開多咗就盞嘥嘅啫。記住啦。總之咧，程序符合晒，乜都有紋有路。知就好啦。咁樣開始砌磚嘅時候，地台上面磚牆嘅位置就要墊平順底沙，同埋就直磚路。而用嘅磚咧就唔可以有崩裂嘅。千祈咪魚目混珠，撈埋一齊嚟用啊！而且喺做嗰陣時，砌磚師傅仲要不斷咁 check 下磚縫有冇填滿大約10mm 厚，同埋凹入大概係10mm 深嘅英泥沙漿嘅。至於企行嘅磚縫咯，就一定要對公。而225mm 磚牆就要用推尺嚟放沙，同埋走1丁1橫嘅。另外，師傅又要周不時檢查下磚牆身夠唔夠企直啊！唔超過2米長嘅磚牆咧，就可以用壓尺嚟 check；如果超過2米嘅，就要拉橫線嚟到 check 噶啦。咁至於磚路網嘅規格同埋安放嘅層數距離，就要依照施工章程嚟制定啦。施工嗰陣時，記得磚路網嘅駁口重疊一定唔可以少過225mm嘅。而磚牆轉角位嘅磚路網咧，就要完全交疊好至得嘅。冇錯啦，如果磚牆嘅長度唔超過高度嘅2.5倍，喺則師嘅同意下，就可以用啲較輕型號嘅磚路網啦。咁至於防火牆，又或者高過3米嘅磚牆，就一定要照住則師同埋工程師嘅設計嚟砌嘅。咁喺砌磚嗰陣時咧，門框嘅瀨水就一定要保留翻喺度，千祈唔好拆走。唔係門框就好容易傾斜同移位，而令到牆身走樣噶啦。好似連圓針咁樣啊，都要等個傷口埋翻口先至可以拆線啦。總之記住，
拉水一定要喺門框同埋磚牆穩固之後，先至可以拆走喺啦。知道。而磚牆嘅燈喉同埋水管咧，就一定要雙邊填平穩滿。如果要切開啲磚嚟用咧，切嗰個位就一定要好準確至得㗎。另外，企縫竇窿唔可以太過闊。如果有企身喉管間斷部磚牆嘅話，咁喺管位位置就要每3層加2支6mm圓水鐵枝，或者油咗2層瀝青油嘅圓鐵嚟加固拉力。咁咪即係好似啲冇框眼鏡咁樣，中間要有支嘢嚟相實兩塊鏡片咁咯。都似㗎，仲有記住每邊都要搭磚唔少於250mm。咁而一般嘅住宅樓宇嘅磚牆咧，就要喺第一日做下橋，高度唔可以高過門框頂。到咗第2日咧，先至可以砌上橋嘅。咁如果上橋高度超過1米嘅話，咁牆頂抿口就要喺再過1日先至可以做啦。咁磚牆嘅頂部都一樣要雙邊填平穩滿。如果頂罅超過30mm 嘅咧，就一定要用唔同尺寸嘅完整石屎磚嚟到砌嘅，千祈唔好貪方便，求其咁樣攞啲磚碎嚟砌啊！如果係後做嘅磚牆咧，就要每隔3浸磚就預留一個馬口，以便接駁㗎。咁成個工程完成之後咧，喺收工嗰陣時就應該將磚牆雙邊多餘嘅泥屑清理好佢，執翻乾淨個牆地，同埋鏟翻乾淨個地台啊！工友仲要留意牆身拉鐵，一定要嵌好兼食入磚縫裏邊，唔好隨意抽走拉鐵啊！另外，凌空吊掛嘅燈喉同埋燈箱就要對位對線嵌好。遇到有裝置離位，又或者係鬆脱嘅情況出現，就一定要通知承建商管工嚟處理，千祈就咪自行修改，費事做得唔啱，第日要做修作工程就麻煩啦。放心啦，炳叔，我哋功夫俾到十足，我自己也自豪。咁啊啱聽啦。咁至於空心石屎牆嘅做法，基本上咧就一樣嘅啫，爭在起牆嘅第1層牆腳磚，用嘅咧就唔係用翻空心石屎磚，而係用實心石屎磚，因為咁樣先至方便第日釘腳線，同埋加強呢個阻水功能噶。仲有大家喺斬切空心磚嚟用嗰陣時咧，就要小心啲。你知啦，空心嘅嘢特別脆弱噶嘛。咁而紅磚咧就要隔日淋透水分，等磚嘅表面擎乾水之後先至做得。如果砌同埋淋水都喺同一日做嘅，咁效果就會冇咁好噶啦。最後輕質砂磚嘅分別咧，就係體積比較大，重量又比較輕，而且用嘅就唔係英泥沙，而係用生產商提供嘅原廠膠沙至得嘅。咁當然工友亦都一定要依照製造商嘅施工細則嚟鋪砌輕質砂磚啦。如果大家都做得好，靚鄰都當你係寶啊！咁所有工序做完晒咧，又可以驗噶啦噃。係啊，承建商嘅管工驗完之後，再交埋驗收報告。如果合格嘅，就可以要求則師代表再驗收。不過嚟驗收嗰陣時，有好多地方要特別注意㗎噃。嗱，好似磚牆嘅位置同埋厚度，一定要跟足圖則同埋墨線完成。每幅磚牆嘅橫、平、企、直同埋磚縫嘅差誤，都要用比例計算。舉個例啊，好似3米嘅磚牆咧，差誤就唔可以超過10mm啦。另外，磚牆嘅企縫一定要對弓，磚縫之間就要填滿大約10mm厚，同埋要凹入大概10mm深嘅英泥沙。英泥沙嘅厚度要均勻，而且仲一定唔可以透光添㗎。而磚牆嘅床喉位置就記得要雙邊填平穩滿。磚斬切嘅時候一定要準確，暗喉底箱位置就要正確，唔推歪得㗎。磚牆頂部兩面都一樣要填平飽滿。牆頂罅如果超過30mm咧，就一定要用啱尺寸而又完整嘅石屎磚嚟鋪砌嘅，千祈咪用磚碎嚟砌啊！咁至於門頂嘅石屎門楣就要安裝正確，入磚牆嘅長度要合乎規格。門楣如果冇磚牆承托嘅話，就一定要依圖則喺石屎牆度用角碼嚟到承托啦。最後就係要確保磚路網、石屎牆拉鐵、門框磨耳、暗喉位拉鐵都適當咁樣安放好至得嘅。
冇錯啦。嗱，如果地盤入邊每一個工友都能夠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個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嚟重溫一下砌磚施工程序嘅重點啊！砌磚嘅時候，必須選擇完整同埋冇崩裂嘅磚。磚縫必須飽滿，磚縫要填滿大約10mm 厚嘅英泥砂漿，同埋要凹入大約10mm。企行嘅磚縫必須要對弓，牆身必須企直啱曲。按需求同埋層數安放合規格嘅磚路網，磚牆嘅燈喉同埋水管必須要雙邊填平抿滿，斬切磚件必須要準確，企縫斗窿唔可以太過闊。於管位位置，每3層加2支6mm 圓水鐵枝，或油咗2層瀝青油嘅原鐵。圓水鐵枝每邊必須搭磚唔少於250mm。一般住宅樓宇嘅磚牆必須於第一日做下橋，第2日先至可以施砌上橋。磚牆頂部必須雙邊抿填飽滿，牆身插鐵必須要嵌好食入磚縫。施砌空心磚牆嘅時候，必須用實心石屎磚作為第1層牆腳磚。紅磚必須要隔日淋透水分。必須依照製造商嘅施工細則嚟築砌輕質砂磚。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齊心合力，上下一心，提升住屋嘅質素。為人為己，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